各位日股夜股記嘅朋友們，大家好，我係小編 Lulu， 好開心又同大家見面啦。你今日估咗未？對估，有得估。今日我哋 Lulu 信號博要同大家揭秘2026年美股嘅投資展望。嚟緊嘅一年，美國股市究竟會點樣行？特朗普政策係咪又會掀起波瀾？美聯儲嘅貨幣政策又會點樣影響我哋嘅荷包？仲有最重要嘅 I 呢個勝負手，究竟會帶嚟驚喜定係驚嚇？今日我哋就逐一剖析。今集節目我哋會分成5節。首先係特朗普政策，重磅回歸，影響幾何，跟住係美聯儲，武器庫充裕，游刃有餘。第3節係宏觀經濟，喜憂參半，暗藏玄機。第4節係 I 2026年美股嘅真正勝負手。最後就係2026美股投資策略，乘風破浪，把握機遇。請大家密切留意，包你聽完安心投資。節目開始之前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，俾個 like 同分享今日內容啊！多謝大家支持。各位觀眾，我哋 Lulu 信號博首先嚟睇睇2026年美股嘅一大焦點，就係特朗普政策。上年大家應該仲記得，特朗普嘅關稅政策搞到市場有啲緊張，今年最大跌幅就係因為佢。咁嚟到2026年，佢會帶嚟乜嘢變化呢？最核心嘅就係佢嘅大美利法案，呢個法案幾乎係佢經濟政策嘅核心，內容涵蓋減稅、放鬆監管、製造業回流同貿易保護等等。所有措施都計劃喺2026年落地，影響力絕對不容小覷。摩根士丹利分析過，呢個法案嘅積極影響主要集中喺2026年上半年，特別係居民同企業退稅，仲有國防開支。試諗下，如果低收入居民每人多攞到1000幾百美元退稅，佢哋好大機會攞去消費，咁對消費市場同相關企業咪係一支強心針咯。而企業退稅，尤其係針對資本開支嘅底面，直頭會成為高資本性支出企業嘅實際盈利，帶動業績上升。所以喺短期內，呢個法案對股市嘅刺激作用係好明顯嘅。講到貿易戰，雖然舊年看似平息，但實情佢從未真正結束，中美嘅對抗都只係延後咗。2026年，貿易戰風險係有升溫嘅可能，尤其係中期選舉臨近，特朗普可能又會攞對華強硬嚟拉選票。不過，我個人覺得，要再出現好似舊年咁樣嘅大規模下跌，可能性已經唔大啦。市場同對手都有晒準備，要再製造相同不確定性，難度已經好高，而且中美雙方都有底牌互相牽制，衝突升級嘅空間唔多。所以，我哋 Lulu 信號博認為，就算有啲虛張聲勢，都只會係短期風險。最後，就係去監管化，呢個政策對市場嘅提振作用可能係特朗普所有政策入面最強嘅。2026年，去監管嘅重點預計會喺金融業，特別係中小銀行。政府可能會放鬆佢哋嘅資本要求同壓力測試，鼓勵佢哋放貸，咁樣市場流動性就會大增，企業就有更大動力去擴張創新。雖然部分預期可能已經反映喺股價度，但政策落地後，實體經濟同相關產業業績嘅持續提升，絕對係值得期待嘅真正利好。總括嚟講，我哋覺得特朗普政策對2026年美股嘅影響係相對積極嘅，而且不確定性比舊年低，值得我哋關注。好啦，各位投資者，講完特朗普，我哋 Lulu 信號博跟住要分析另一個對美股影響巨大嘅因素，就係美聯儲嘅貨幣政策。根據市場預測，2026年美聯儲好大機會會減息2次，分別喺3月同7月，之後基準利率可能企喺3厘左右。呢個3厘水平，恰好就係目前美國嘅中性利率水平。換言之，美聯儲嘅緊縮政策將會告一段落，正式轉向寬鬆週期。減息對股市嚟講，自然係利好消息。
好似久旱逢甘霖咁。不過呢，我哋分析美聯儲政策，唔可以只係睇佢會減幾次息咁簡單。呢個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咗，而家美聯儲係一個唔慌唔忙嘅狀態。對美股嚟講，呢種狀態其實係最好嘅政策環境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如果佢好急咁做嘢，反而可能代表經濟情況有危機。而家佢從容不迫，反而可以帶嚟更強嘅威懾力，唔使即刻出招，但又可以俾市場持續一個寬鬆嘅預期。只要減息預期仲喺度，對美國股市嚟講，就係一個非常積極嘅支撐。最近有啲傳聞話美聯儲主席會換人，有啲人擔心咁樣會影響美聯儲嘅獨立性，甚至改變佢嘅政策方向。問我哋 Lulu 信號薄係咪一個風險？我個人覺得，大家唔使太過擔心。點解呢？因為美聯儲嘅決策權喺委員會度，主席雖然厲害，但都只係其中一員。真正嘅決策係要通過委員會投票執行嘅，而且現任主席鮑威爾就算離任，佢都仲會係委員會嘅成員之一，一樣有投票權，可以繼續發揮佢嘅影響力。所以我哋唔認為新官上任就可以徹底顛覆美聯儲嘅獨立性。大家可以安心，喺2026年，美聯儲嘅貨幣政策將會係美股一個堅實嘅後盾。好，講完政策層面，我哋 Lulu 信號薄帶大家深入了解下2026年美國嘅宏觀經濟狀況，睇下有乜嘢驚喜同埋潛在風險。目前對股市影響最大嘅經濟變量，肯定係勞動力市場。美聯儲主席鮑威爾都暗示過，而家佢哋嘅政策重心係保勞動力市場，甚至可以犧牲部分通脹嚟確保就業健康。呢個信號好明確，勞動力市場嘅變化將對市場帶嚟巨大影響。咁而家勞動力市場情況點樣呢？坦白講，唔係特別理想，失業率持續上升，最新已經去到4.6厘，係近4年嚟嘅新高。但深入分析數據，我哋會發現一個有趣嘅現象，美國最新嘅裁員率其實仲係好低，並冇明顯提升。呢個說明失業率上升，唔係因為企業大量裁員，反而更大可能係因為勞動力供給增加，即係有更多人出嚟揾工。如果係咁，呢個本身就唔係一個非常差嘅信號。再睇遠啲，由於特朗普移民政策嘅持續收緊，未來新增勞動力供給將會持續下滑。咁樣，由勞動力供給增加所引致嘅失業率上升，就好難持續落去啦。所以呢，而家美國勞動力市場嘅狀況，可以概括為，企業唔會大舉招聘，但亦都唔會大批裁員，處於一個觀望狀態。再加上美聯儲保就業嘅政策重心不變，同特朗普政策對經濟嘅積極支撐，呢啲因素都會對就業市場有正面影響。喺歷史嚟睇，呢種情況比較少見，所以我哋 Lulu 信號薄認為，2026年就業市場嘅實際風險並冇大家想象中咁高。除咗就業，另一個市場最關注嘅宏觀變量就係通脹。喺市場對2026年宏觀經濟因素嘅擔憂投票中，通脹竟然排名第一。咁點解大家咁擔心通脹呢？其實從數據上睇，通脹問題並冇想象中咁大。一方面，服務通脹已經回落到3厘嘅正常水平。房地產交易平台 Zillow 嘅數據顯示，房屋通脹持續下滑，而房屋通脹係服務通脹中佔比最大嘅一部分，所以 CPI 中嘅服務通脹應該會持續下滑。另一方面，商品通脹都比預期中好，雖然關稅通脹有小幅提升，但呢種係一次性因素，未來商品端嘅通脹風險會越來越低。咁既然數據睇落唔錯，點解大家仲係咁擔心呢？根本原因可能係政策制定者對通脹嘅疏於管理。特朗普喺度大灑金錢，美聯儲又將重心轉到保就業，通脹就好似冇人睇嘅細路仔咁，要自生自滅。雖然大趨勢係會回落，
但如果無人管，佢真係可以乖乖咁一直落去咩？呢個風險喺2026年絕對係增加咗。當所有人都唔再在乎通脹嘅時候，佢嘅意外變化同黏性就好可能對市場帶嚟衝擊。所以，通脹係2026年最可能帶嚟意外嘅領域之一，我哋要提高警惕。各位 Lulu 信號博嘅忠實觀眾，講咗咁多政策同宏觀經濟，你可能覺得2026年美股好似乏善可陳，風險唔高，但利好都有限。但係，我哋認為，呢個只係表面現象，美股真正嘅勝負手，佢都未出場呢。佢就係而家市場最熱議嘅概念，人工智能，即係 AI。喺2026年，AI 已經唔再單單代表一個行業或者一個板塊啦，佢已經深度滲透到美股嘅方方面面。就算你唔直接投資 AI 相關嘅公司，你都逃唔開對 AI 發展趨勢嘅理解同佢帶嚟嘅影響。可以說，而家嘅 AI 已經有咗左右美國經濟嘅力量。一旦 AI 領域出現任何意外，我哋前面分析嘅好多邏輯，都好可能會徹底被顛覆。我哋小編 Lulu 喺深入研究咗成個 AI 產業嘅技術同商業發展之後，不得不承認，我個人對 AI 嘅睇法喺2026年真係要嚟一次徹底嘅改變。雖然由於時間關係，我哋今日唔能夠喺呢度詳細展開，因為關於 AI 嘅深入分析同投資佈局，我哋會喺之後嘅 Lulu 信號博特別節目同大家分享。但喺呢度，我哋必須要強調嘅係， AI 喺2026年對美股嚟講，絕對係一個劃時代嘅存在。佢唔單止係一個增長嘅引擎，更係一個可能徹底改變市場格局嘅力量。如果 AI 能夠持續高速發展，佢將為各行各業帶嚟前所未有嘅效率提升同創新機遇，推動企業盈利持續增長，從而為美股提供強大嘅上漲動力。但如果 AI 發展不及預期，或者出現意想不到嘅負面效應，例如技術瓶頸、監管收緊，或者社會接受度問題，咁佢亦都有可能變成一個巨大嘅風險，甚至拖累整體市場表現。所以，我哋 Lulu 信號博認為，2026年投資美股，你絕對唔可以忽略 AI。佢係一個充滿機遇同挑戰嘅領域，佢唔單止係我哋投資決策嘅重要考量，更係我哋理解未來經濟走向嘅核心。我哋需要密切關注 AI 嘅每一次技術突破，每一個商業應用，以及政府對佢嘅監管態度。因為呢個勝負手將決定2026年美股究竟係平淡無奇，定係會再次創造奇蹟。請大家務必期待我哋之後更詳細嘅 AI 專題節目，裡面將會有我哋小編 Lulu 對 AI 未來發展同投資策略嘅獨到見解同佈局分享。記住，把握 AI，就係把握2026年美股嘅未來。各位朋友，嚟到 Lulu 信號博嘅最後一節啦。經過前面幾節嘅分析，我哋對2026年美股嘅前景應該有咗一個比較清晰嘅輪廓。我哋發現，無論係特朗普政策，定係宏觀經濟環境，佢哋都呈現出乏善可陳嘅特點，風險唔高，但利好都係相對有限。你唔需要太擔心好似舊年4月咁嘅關稅危機，亦都唔使驚會有好似22年咁嘅通脹熊市。但相反，你亦都唔會見到好似17年政策利好帶嚟嘅大漲，或者23年經濟回暖催生嘅大牛市。喺2026年，政策同宏觀經濟所帶嚟嘅更多係一種支撐，而唔係促進。咁可能大家又會問啦，小編 Lulu 你咁樣分析，咪即係講咗等於冇講？既然乏善可陳，咁我哋仲有乜嘢必要去了解呢啲呢？當然有必要啦，我哋 Lulu 信號博嘅分析，係要俾大家一個安心投資嘅基礎。首先，成個2026年，你至少唔使再對呢啲因素疑神疑鬼，擔心佢哋會突然引爆市場危機。呢個認知本身，已經可以讓你更加安心咁持續投資。第二，就算我哋預測嘅某個風險真係發生咗，
你至少都知道應該點樣應對。例如果市場因為貿易戰或者通脹黏性而下跌，你清楚知道呢啲係相對短期嘅風險，就唔會過分恐慌，反而更有底氣去把握因此而出現嘅買入機會。就算最壞嘅情況，我哋分析有誤，市場真係出現意外，你亦可以更快咁知道問題出喺邊，同埋佢嘅嚴重程度。例如舊年我哋分析關稅，雖然判斷咗佢係最大風險，但對傷害程度嘅預測有偏差。但正因為你了解過，當佢發生嘅時候，你就可以根據實際情況，自己對風險有一個更合理嘅判斷，而唔會手足無措。所以，我哋 Lulu 信號博認為，2026年美股嘅基調會係一個相對穩定嘅罰站可陳期。但係，我哋都講過，美股真正嘅勝負手，就係 I。佢先至係決定市場最終走向嘅關鍵力量。如果 I 能夠帶嚟超預期嘅突破同應用，咁佢嘅外溢效應將遠超其他因素，為美股帶嚟真正嘅突破性增長。反之，如果 I 發展遇到重大挫折，咁我哋前面所有嘅樂觀分析都可能要重新評估。總而言之，喺2026年，我哋嘅投資策略可以歸納為穩中求進，把握 I 脈搏，喺政策同宏觀經濟提供嘅支撐下，保持平常心，識別並抓住由 I 發展所帶嚟嘅結構性機會。當然，對於具體嘅 I 投資佈局同更深入嘅策略，我哋 Lulu 信號博將喺下週嘅特別節目中為大家詳細剖析，請大家密切留意。記住，你今日估咗未？對估，有得估。希望今日嘅分享能幫到大家，祝大家投資順利，新年快樂！你今日估咗未？本內容只供參考，並不構成任何形式之投資建議、邀約或推薦，投資有風險，買賣需謹慎。